今日睇到有個視頻啊，同大家分享下，大家覺得呢個視頻講得啱唔啱？什麼樣的婆婆你不用給她養老？如果在你小兩口最難的那幾年，孩子剛剛出生，大人又要忙工作，這時候婆婆都不搭把手的話，那你以後也沒有養她的責任。其實除了你老公這份關係之外呀，你和婆婆本身就是陌生人，她對你沒有養育之恩，如果她沒有幫襯過你，那她就不配和你談什麼道德，談什麼孝順。還有的婆婆呀，只會裝傻充愣，說什麼你都不和我說，我哪知道你要幫什麼忙啊？哪一個婆婆不是從兒媳婦走過來的？而且哪個時間段最難熬，需要幫助她一清二楚。所以千萬別聽她這些鬼話，你就記住一點，你幫我我就養你，你不幫我我就遠離你。咁呢個視頻呢，我相信好多女同胞可能都會點讚嘅，因為點解呢？因為佢哋覺得講得好有道理，係嘛？咁呢個視頻嘅最後尾係嘛？嗰個男嘅仲要講到韌晒腳㗎嘛？咁啊！你唔幫我係嘛？以後我就遠離你係嘛？振振有詞。咁我咧講出我自己嘅觀點啊。首先一個，你兩公婆結婚有細蚊仔，你哋去照顧細蚊仔係你哋應盡嘅義務，係你哋自己嘅責任，同你嘅父母係沒有半毛錢關係。你唔好以為話父母好似欠咗你咁，父母能夠養育到你18歲，父母已經係盡咗自己最大嘅責任，其餘嘅路係要靠你哋自己。父母冇欠你，唔好將嗰啲在家靠父母、出外靠朋友，係嘛？上班靠領導，實在冇人靠就靠佛祖嗰種咁嘅想法，套入去我哋而家嘅家長嘅身上，因為父母佢係冇義務去幫你做呢一樣嘢。咁你好話，如果你係話父母必須要去幫你做呢一樣嘢，咁我哋可以套用其他嘅，係嘛？你湊細蚊仔，你可以話親戚朋友，我唔得閒湊細蚊仔，你哋幫我湊，或者啲同事，係嘛？我唔得閒湊細蚊仔，你幫我湊。嗱，如果你哋唔幫我湊咧，親戚都冇得做，朋友冇得做，同事都冇得做嘅，得唔得？我相信應該唔得。咁點解你哋可以對父母就可以咁樣做？唔通父母真係欠你嘅？係嘛？父母辛苦一輩子，將你養大成人，到頭來你話你唔幫我，我就遠離你，係嘛？我就唔理你，我話知你死啦咁。嗱，呢一種咁嘅心態咧，只要你做得出，其實好簡單一樣嘢。我哋每一個做父母嘅人，都係我哋子女嘅終身嘅教師。當你唔孝順你自己嘅父母嘅時候，你睇下以後你自己嘅仔女會唔會孝順你？係嘛？唔好將呢一種咁樣嘅好似應份咁樣嘅嘢套咗入去你自己嘅父母嗰度，咁樣係道德綁架，唔掂。